当然，看国内这苏渔船金满发66号，伫咧2021年时，就违规挂沙鱼翅佮弹掉鱼身的记录。即马佮去互咱海巡查到讲，这违规挂鱼翅都超过6.5吨，业数上当要甲罚250万，收回渔业证照。渔船等渔港海巡来检查，所发现大批的沙鱼翅无鱼身。所获这金满发66号，和海巡查出第一个沙鱼时阵，涉嫌违规挂鱼领。海巡人员清点一包搁一包的鱼领，发现有6510.6公斤，数量真大。这只所获这金满发66号渔船违规挂领，伊毋是第一摆。2021年都有违规记录，但罚500万，收回渔业证16个月。海巡早就注意了。本案经渔业署认定违规属实，原依据《远洋渔业条例》第41条，移送主管机关进行裁处。渔港逐工拢会拍卖沙鱼，每公斤批发价50块左右，暗过沙鱼领每公斤用卖几啊百块，差真济，所以不少不少渔民惊险路，违法挂领起鱼身。海巡署表示，专案查明违规了后，马上通报渔业署派人封存，照违反远洋渔业条例来处罚，相当应罚250万，各收回渔业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